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新年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11月29号，公元2019年1月4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人行政中央向达赖喇嘛尊者举办长寿祈祷法会；达赖喇嘛尊者接见印度比哈尔邦首席部长。藏人行政中央反驳中国发布的青藏高原生态建设白皮书。中国政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继续限制藏人旅行自由。下面请看详细内容。2018年最后一个星期一，在世界各地的藏人和各国信众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供奉长久住世佛事仪轨的祝福声中结束了。12月31号，藏人行政中央与民间团体共同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长寿祈祷法会。尊者向聚集的16000多名信众解释自己与西藏之间的不共因缘，并强调将同信众一道发愿住世100岁，继续为西藏与佛法事业服务。达赖喇嘛尊者在长寿祈祷法会上开示时表示：我在西藏处于困顿时刻，对政教事业付出少许贡献。从这些方面来看，我都与雪域西藏有着特殊的业缘。现在我的身体仍然健康，头脑也仍然非常敏锐。你们祈愿我长寿的同时，我自己也会发愿住世100岁。在当天的长寿祈祷法会上，藏人行政中央代表600万西藏人民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了象征长寿的贡品，并向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地的寺院供养113尊佛像，祈愿达赖喇嘛尊者住世113岁。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三12月26号在菩提迦叶石轮金刚法院向15000多名信众传授独勇大威的金刚灌顶。在仪轨进行过程中，尊者提到菩提心几乎万能的功德，指出不论是为自己还是他人的利益，为供养上师或是为了净除障碍，都没有比修持菩提心更好的方法。12月28号至30号，为期3天，达赖喇嘛尊者在石轮金刚法院为数万名各方信众传授了文殊法类灌顶与随许。达赖喇嘛尊者在传授灌顶时，向信众提到了唯有修持菩提心，方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且具足能力度化一切有情众生，将其安置于究竟安乐之中，以其获得修持菩提心的殊胜功德等。另外，本周三1月2号，在达赖喇嘛尊者结束对印度比哈尔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的各项行程，离开菩提迦叶返回德里前，朝拜了佛陀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圣地摩诃菩提寺。在达赖喇嘛尊者离开菩提迦叶时，数以千计各方信众在临近摩诃菩提寺的街道两旁欢送尊者。达赖喇嘛尊者在菩提迦叶参访期间，向来自世界各国的信众传授了一系列妙法，鼓励信众在修持佛法时实践慈悲与非暴力的价值观，以利益芸芸众生。与此同时，本周一，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菩提迦叶接见了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12月31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比哈尔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下塔的甘丹培杰林寺接见了该邦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尊者在接见期间，向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赠送了一条哈达，以示祝福。在约40分钟的会晤时间里，尊者与库马尔就比哈尔邦的发展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此同时，12月31号当天，藏人行政中央在外交与新闻部发布藏人行政中央回应中国关于西藏生态环境建设白皮书官方文件，反驳中国政府于2018年7月18号发布的所谓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白皮书，从各个领域揭发了中共在藏区肆意破坏西藏脆弱的生态系统问题。
外交与新闻部外交处秘书长达波苏南诺布在发布会上表示，环境问题在非政治性问题方面具有普遍的影响力。青藏高原的生态状况关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西藏政策研究学会生态环境问题研究员藏拉丹巴坚参在发布会上强调，中国政府在开采西藏的自然资源和大规模建设水坝的同时，不但没有顾及西藏脆弱且不断恶化的生态系统，反而更进一步地加剧了生态环境危机。这份21页的官方回应文件涉及全球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的影响，以及中国当局破坏性开采矿产、违反环境法令、大肆修建水坝等，严重破坏了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此外，该文件还列举了中国当局强行驱逐西藏游牧民，只是在城市提供有限的垃圾处理设施，以及西藏频繁发生自然灾害等相关问题。为了更有效地解决西藏的生态环境问题，藏人行政中央敦促中国政府必须尊重和保护西藏人民对青藏高原圣山、圣湖、圣河及神圣宗教文化等的信仰自由权。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2018年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的一系列弘法活动。这是尊者每年在圣地菩提迦叶举行弘法活动之一。这一活动已成为藏人及各国信众的一年中最重要的佛事活动的组成部分。每年世界各地的藏人和各国信众纷纷前来参加这一法会，但对于中国占领下的境内藏人来说，参加这一法会是非常危险的举动。据西藏主流媒体报道，此次2018年12月份的菩提迦叶法会上，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只有100多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当局严格限制藏人申请护照。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其统治下的藏人和少数民族采取双轨护照政策。在西藏境内的藏人申请护照时，他们会受到当局的严重歧视，很难办理护照。去年8月，多名联合国专家表示，严重关注专门针对和歧视藏人和少数族群的双轨护照制度的政策，并就此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发布的报告中，建议中国改善这一歧视性护照政策，确保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的藏人申请护照和自由旅行的权利。此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进行第3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联合国成员国也呼吁中国当局停止限制藏人的行动自由。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